大家好，我係 Florence。呢一集同大家返去18世紀嘅英格蘭。當時喺英格蘭發生咗一件重大嘅事件，佢叫做南海泡沫，被譽為係世界第一次嘅金融危機，世界第一次嘅龐氏騙局，亦都被譽為係一次大型群體非一般嘅瘋狂幻象。究竟當時發生咗咩事呢？故事開始就要返去1701年，英國參與咗西班牙皇位繼承戰。當時發生呢一場戰爭，係因為西班牙國王喺死嘅時候，佢一個仔女都冇人承繼佢嘅皇位，但係佢就擁有咗好多嘅土地。佢唔單止有西班牙嘅領土，仲有意大利嘅領土、低地國家嘅領土同埋美洲嘅領土。為咗爭奪呢啲地方，英國聯合咗荷蘭同埋意大利，向法國同西班牙宣戰。結果英國係贏咗直布羅陀、梅洛卡島同埋北美嘅 Newfoundland 同埋 Nova Scotia。但係呢一場仗就令英國喺呢16年內增加咗超過2300萬英鎊嘅國債，上升超過1倍，相等於當時國內生產總值嘅55%。同而家嘅水平嚟比，差唔多100%。呢55%真係唔算係啲乜嘢。當時戰爭後嘅利息開支已經佔咗公共開支嘅1半。英國嘅君主安妮女王覺得嗰啲債務非常之沉重，佢認為自己已經冇錢俾嗰啲利息。安妮女王係一個體弱多病嘅人，佢好依賴佢身邊嘅大臣幫佢管理國家，尤其係保守黨 Tory。女王問佢啲大臣有冇辦法可以幫佢處理下啲債務。當時嘅英倫銀行主要係由費格黨嘅成員控制咗，費格黨同保守黨互相針鋒相對，自然就唔會幫保守黨嘅財商。其中一位英格蘭銀行嘅創辦人就俾咗條橋，當時嘅牛津伯爵兼財政大臣 Robert Harley 同埋 John Blunt 就依照佢嘅計劃成立一間公司。點解財相會揾 John Blunt 幫手呢？ John Blunt 係一個非常之有賺錢頭腦嘅人，佢自己都有一間公司，但係就冇乜業務。喺1703年，佢知道當時嘅英國政府想將喺愛爾蘭充公咗天主教徒嘅土地攞出嚟賣，佢就用佢間公司嘅股票去換取軍隊嘅債券。當時嘅軍隊想買裝備，但係冇錢，所以佢哋就要發債券出嚟籌錢買軍備。但係你揸住佢啲債券，軍隊唔還錢，你唔可以沒收佢啲軍車，所以軍隊嘅債券並唔吸引，喺市場度大概係8折出售。John Blunt 用咗公司嘅股票去換軍隊嘅債券，佢就攞住軍隊嘅債券去同英國政府換愛爾蘭嘅土地。10年後，佢將愛爾蘭嘅土地全數套現。你話佢聰唔聰明呢？財政大臣 Robert Harley 就好欣賞佢啦，揾佢一齊管理英國嘅國債。佢哋就決定另起一間類似英倫銀行嘅公司，幫佢哋解決國債嘅問題。但係呢一間係一間貿易公司，嗰間公司
就叫做南海公司 （South Sea Company）。原本英國政府俾債券持有人嘅利息大概喺7厘，而家佢俾南海公司嘅利息只有5厘，遠低於原本佢應承俾債券持有人嘅利息。佢哋為咗吸引啲債權人願意收低啲嘅利息，同埋將啲債券換做新公司嘅股票，佢哋就給予南美貿易獨家經營權俾南海公司。呢個計劃得到議會支持，並成立法案去執行。喺戰爭結束前3年，即係1711年，英國政府成立咗南海公司。呢一間公司獲得皇家嘅特許經營，專係包辦南美嘅貿易生意，賺到嘅錢就愛嚟承擔950萬英鎊嘅短期戰爭國債。最初成立南海公司嘅目的，真係只係想幫女王去管理佢嘅國債，並唔係想製造一個騙局出嚟。一開始，佢哋叫啲國債持有人將佢哋手上面嘅國債換成南海公司嘅股票，而南海公司唔係一間經營生意嘅公司，佢只係擁有國債，而啲人換南海公司嘅股票，只係揸住國債嘅權益。當債券派利息嘅時候，股民就會收到股息。以而家嘅術語嚟講，就係債換股。基本上，南海公司就冇大升嘅潛力。直到1713年，西班牙同英國達成協議，西班牙俾英國喺西班牙嘅殖民地嗰度做獨市嘅奴隸貿易生意。嗰個協議叫做黑人奴隸貿易協議。英國有權喺30年內向西班牙嘅殖民地提供4800名非洲奴隸，平均就係每年160個。呢一個獨市生意就俾咗南海公司，而西班牙嘅皇帝每年要收返1/4嘅利潤。如果仲有其他貨物，就要收5% 嘅關稅。而安娜女王就佔南海公司22.5% 嘅股份。1714年，喬治一世登基成為英格蘭同埋愛爾蘭嘅國王。佢係喺德國長大嘅，佢嘅英文好差，佢唔了解英國民生，亦都唔了解英國社會，所以佢一直都得唔到民心。就因為佢英文唔好，同國會溝通唔到，佢好依賴費格黨嘅 Robert Walpole， 因為 Robert Walpole 可以用拉丁文同佢溝通。Robert Walpole 後來被稱為英國第1任首相，暫時我叫佢做御用助手先。喬治一世上任之後，就重用咗費格黨 John Blunt， 將 Robert Harley 即係財政大臣踢出南海公司，換入咗一班費格黨嘅成員。John Blunt 係咪好厲害呢？自從蘇格蘭喺1707年同英格蘭、愛爾蘭合併之後，就出現咗詹姆斯黨 Jacobite， 想推翻佢嘅政權，擁立呢一個人嚟做佢哋嘅皇帝。詹姆斯黨受到法國同埋西班牙嘅支持，一直喺蘇格蘭同埋英格蘭嘅邊界發動戰役。打仗需要錢，新嘅皇室都需要錢，所以喬治一世要發國債籌集資金去打仗。就因為要打仗，英國國債
由1711年嘅950萬英鎊升到去1720年嘅5000萬英鎊，升咗4倍。每年嘅利息開支就要俾350萬鎊。喬治一世點會唔擔心呢？佢揾佢啲大臣幫佢解決國債嘅問題。佢班大臣就喺度諗，點樣可以幫國王將啲國債喺佢本賬簿嗰度消失，而南海公司嘅股東又可以賺到一筆。佢哋諗到，如果南海公司嘅股價上升嘅話，咁就做到啦。因為股價上升，公司嘅股東就會賺到大錢，而小股東亦都會覺得自己變得有錢咗。公司賺到錢就可以買更多嘅國債，發更多嘅股票。就係咁樣，佢班大臣就幫國王做咗一單財務嘅工程，將佢大約40%嘅國債轉咗落去3間公司，其中有南海公司就有1200萬英鎊嘅國債。當時嘅御用助手 Robert Walpole 佢係反對嘅，佢話咁樣係助長咗股票投機嘅行為，會將國家嘅智慧由貿易工業嗰度拉走，將民眾辛辛苦苦賺嚟嘅所有嘢換成為虛幻嘅財富願景。呢一個計劃極其邪惡，可惜佢只係一個普通嘅議員，佢冇能力阻止，所以佢自己都將手頭上嘅國債換成為南海公司嘅股票，乘機賺一筆。喺1720年初，佢哋做咗好多宣傳，吸引普羅大眾、吸引散戶去買南海嘅股票。呢一個計劃唔單止吸引咗好多人嘅關注，佢仲吸引咗大量投資。南海公司上市時候嘅股價係100英鎊，喺1720年1月，佢嘅股價都只係128英鎊左右。去到3月，股價上到230英鎊，喺5月，股價上到550英鎊，去到6月已經升到750英鎊。最高峰嘅時候，股價曾經超過1000英鎊。國王見到南海公司咁成功，非常之開心，就封咗 John Blunt 做男爵。而南海公司嘅市值亦都去到3億英鎊，相等於而家嘅860億英鎊。佢已經成為一間巨無霸，佢嘅市值超過咗其他公司嘅市值加埋嘅一半。但係公司已經冇乜儲備金，因為佢嘅錢一係借晒俾人炒孖展，一係就愛嚟賄賂啲官員用晒。佢哋賄賂啲官員，要啲官員支持政府分多啲國債俾南海公司，因為當時有其他議員喺度問，點解唔將一部分嘅國債分俾英倫銀行去管理呢？當然啦，間公司係好係壞，議會嘅人清楚，公司嘅董事更清楚。佢哋知道南海公司根本就冇乜嘢貿易生意。英國同西班牙喺1713年所簽嘅奴隸協議，其實係和平條款嘅其中一項。西班牙只准許英國每年只有1隻船去到西班牙南美嘅殖民地嗰度做貿易。如果賺到錢，國王要分成。但係西班牙國王話佢從來都未收過錢，所以南海公司貨物去到南美遭受到西班牙政府嘅搜查、扣押，而公司又冇足夠嘅錢
去贖返佢哋嘅財產，結果佢哋所有嘅財產都被沒收。西班牙皇室同南海公司一直都冇良好嘅合作關係，兩個國家仍然係存在敵意，根本貿易一直都賺唔到錢。御用助手 Robert Walpole， 佢成功咁樣喺股價最高嘅時候拋售佢嘅股票，其他嘅內幕人士都一齊拋售，佢哋賺咗巨額嘅利潤。喺股市最頂峰嘅時候，倫敦嘅交易所忽然間就湧現咗200間嘅新上市公司，有一啲係有實務嘅，例如係製造機器嘅公司，但係就有一啲係呃人嘅空殼公司，佢哋想複製南海公司嘅成功。當中就有一間公司，大家都唔知佢係做乜嘢嘅，佢就可以喺第一個上市日籌到2000英鎊，跟住公司嘅負責人消失咗。議會為咗杜絕呢啲詐騙行為再次發生，喺1720年嘅6月11號，即係股市嘅頂峰，成立咗泡沫法案，阻止一啲冇皇家特許經營嘅公司上市。呢一個泡沫法案唔單止即時令到股市下跌，以後影響英國嘅經濟非常深遠。喺跟住嗰100幾年，英國嘅公司就好難再集資，令到經濟發展得非常慢。直至到1825年，因為發生咗工業革命，政府要推動經濟，呢一條法案先至被廢除。返嚟南海泡沫，去到夏天嘅尾聲，南海公司需要發新股集資，但係佢就再揾唔到買家，股價開始下跌。到咗9月，南海公司嘅股價由1000英鎊跌到落去700英鎊，好快10月就跌到落去400，到咗12月就返去120鎊。泡沫終於爆破，好多人嘅財富都一夜蒸發，有貴族破產，有啲家庭幾代嘅財富就咁冇咗，有啲借咗錢買股票嘅人還唔到錢，有好多人自殺，周圍發生暴亂，社會一片混亂。呢一場金融危機對喬治一世嘅皇位影響好大，因為佢係南海公司嘅監管人，佢同南海公司有住非常之密切嘅關係，所以英格蘭嘅民眾對國王同埋佢身邊嘅人都非常之不滿。為咗平息民怨，議會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南海泡沫嘅股災。聽起嚟都覺得好笑，呢一間公司唔係喺議會通過立法成立嘅咩？議會調查自己，係真唔係啊？御用助手 Robert Walpole， 佢一直同南海公司就有牙齒印。喺女王嘅時代，為咗要成立南海公司，曾經將當時仲未受到重視嘅 Robert Walpole 送咗入倫敦塔去坐監，所以佢挺身而出，負責南海股災嘅調查。調查嘅結果係南海公司嘅董事曾經賄賂過皇室人員同埋幾十位議會人士，有一啲主犯已經逃離咗英國，去咗其他國家。南海公司嘅出納員 Robert Knight， 佢留低咗一封信，逃亡咗去法國，最終去咗布魯塞爾。佢封信
大概係咁寫嘅：我有責任向公司交代我喺公司嘅賬目，為咗自保，我不得不壓制我對公司董事們嘅怨恨。我唔覺得我做咗任何一件事違背咗我嘅真誠同埋對公司嘅熱情。發生咗股災呢一件事，唔係佢希望嘅，但係又確實做事唔審慎而犯咗錯，我好自責。呢一件事，我嘅親朋好友受到不同程度嘅傷害，而你哋亦都受到傷害，我感到非常難過。我以後都唔會建議你哋咁樣做。去到議院嗰度接受你哋嘅問話，我受到非常之差嘅待遇，我感到無比嘅壓力，我受唔住啦，我要離開英國。調查嘅壓力太大啦，我明白我唔可以避免被指控講大話同埋作假證，呢啲唔係我想嘅，因為調查嘅範圍太廣泛，金額太大，確實為你哋帶嚟不少嘅麻煩。我冇任何怨恨，我唔想成為代罪羔羊。我掌握咗好多貪污腐敗嘅證據，我只帶走足夠我日後生活嘅錢，多少少。我冇帶走到我嘅土地，我書台上面嘅任何嘢，你哋隨便攞去啦。如果有人要求攞返輸咗嘅錢，就唔好俾佢哋啦，因為一開始佢哋就冇俾到股票嘅全額。就因為呢一封信，議會就掌握咗好多政府局長同埋政客佢哋受賄嘅證據，當中涉及皇室人員同埋200個上下議院嘅議員賄賂嘅金額高達170萬英鎊，同埋180萬英鎊嘅公司貸款。冇走到嘅財政大臣就被拉咗去倫敦塔嗰度坐監。議會驅逐咗4個曾經擔任南海公司董事嘅議員，罷免咗33名公司董事。另外，首相將南海公司董事嘅資產大概充公咗80%，佢將嗰啲資產加埋南海公司嘅3800萬鎊嘅資產，賠償俾啲最需要幫助嘅人，去彌補佢哋喺金融危機裏面所造成嘅部分損失，再撥200萬英鎊成立救災基金。跟住，所有用孖展買嘅交易都取消，而東印度公司同英格蘭銀行以股換股嘅方式承接咗一啲南海公司嘅股票，但係南海公司就冇因為製造咗個股災出嚟而要執笠，因為佢裏面實在有太多有身份有地位嘅人，間公司唔可以就咁就接埋。咁樣公司創辦人 John Blunt 又點啊？ John Blunt 供出咗受賄人嘅名單，同埋將佢大部分嘅身家都貢獻咗出嚟，去令自己逃過呢一劫。佢嘅身家由原本嘅18萬鎊，最終只剩返5000鎊，同埋佢嘅男爵勳銜，真係財散人安樂。御用助手 Robert Walpole 成功地平息民怨，亦都平息咗社會混亂，化解咗皇室嘅危機，化解咗金融危機。從此 Robert Walpole 就被稱為幕後操縱手。佢捍衛咗國王同費格黨嘅地位，成為咗英格蘭政壇嘅重要人物。到咗1721年，Robert Walpole 已經兼任財務大臣、
同埋下議院領袖。由於佢嘅權力過分集中，佢嘅政敵叫佢做首相，係諷刺佢獨攬大權。可能就因為呢一個原因，佢拒絕咗皇帝嘅受封。佢係有史以嚟任期最長嘅首相，做咗21年。首相 Robert Walpole 嘅地位就不斷攀升，但係國王對政務嘅參與就越嚟越少，皇室嘅影響力隨之而下跌。費格黨主導咗政治舞台嘅中心，成為咗英國歷史嘅轉捩點。南海公司本來嘅計劃就係要去承擔英國嘅國債。喺1720年，經歷完4國同盟戰之後，英國國債有5000萬英鎊。到咗1756年，英國同法國因為殖民地嘅問題打咗7年戰爭，英國嘅債務由1756年嘅7500萬英鎊上升7成，去到1763年嘅1億3000萬英鎊。到咗1775年，英國同美國又打獨立戰爭，令到英國嘅債務繼續上升。南海公司真係仲有好多國債俾佢管理。南海公司雖然仍然存在，但係就停止咗所有投機炒賣嘅活動。佢只係繼續喺度管理政府嘅國債，直到1853年，英國政府認為管理國債已經成為過時嘅業務，英國政府終於決定要將南海公司關閉。而家你喺倫敦可以喺呢度揾到喺1826年大火之後重建之後嘅南海公司大廈，懷念一下佢嘅小小歷史。啟蒙運動嘅代表人物地域坎，佢話：當一個政府耗盡所有未來收入嘅時候，社會就會陷入寂寞、萎縮同埋無能。佢建議成功嘅政府應該由始至終都保持財政盈餘，因為當國家面對危急嘅時候，就唔需要發債去應付。如果地域坎嚟到現代，見到咁多國家都孭住巨債嘅話，佢唔知會發表啲乜嘢偉大言論呢？你有冇諗過點解英倫銀行可以製造英鎊，但係英國政府就要發債借錢呢？又或者點解聯儲局可以印銀紙，而美國政府要發債借錢呢？如果你鍾意我嘅分享嘅話，請點讚、分享同訂閱，記得撳個鐘仔啊！拜拜。